友们，现在我们的演出就要正式开始了。首先，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新秀们为大家表演的开锣戏《白蛇传·盗仙草》。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向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今晚扮演白素贞的是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张艺清。他今年只有12周岁，学戏不过2年，而且今晚是他和他的伙伴们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或许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还是比较稚嫩，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的越剧艺术确实是后继有人。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热情的观众朋友们也给他们一些鼓励的掌声，大家说好不好？好，现在我们的演出就开始了，请大家欣赏《盗仙草》。红红毯。
喜无天晴，吉用啊，三月来夫妻同心相亲。才知晓悲惨离死那桩，会不给多样强英勇壮举啊，死落在花青山，相可笑谁难自藏。岂不气神太深，使我无力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这次举办东方红韵粤曲精英的汇演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展示我们粤曲艺术的五彩斑斓。同时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次交流演出，能够使来自全国各地的演员们能够互相切磋，在艺术上有更进一步的提高，能够涌现出更多富有个性魅力的青年演员。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支持我们这次演出。那么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是杜十娘沉香。杜十娘是傅派艺术的代表作，杜十娘的形象又是傅派创始人傅全香舞台生涯中人称风城三绝中的一绝。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宁波市越剧团的洪芬飞为大家表演的杜十娘沉香一折。洪芬飞的表演呢，感情细腻，身段优美，唱腔华丽多变。尤其是她在《沉香》这支戏中演绎的杜十娘形象，与个性特色中更见师承风采。好，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昨日之事，小弟一语神娘识途了。话可要说明白了，我实在是为见朋友心中苦。都人上你把才书，李兄不愧真丈夫啊！命官无中可非夫。请。弟兄，您只在此当面点醒，谁有差错嘛，照书补齐。不用点了，不用点了，请坐。弟兄，您这一叫，该请十娘出场了吧？娘子，十娘，快来！圣兄，十娘出场。埋伏元气无限制，化作长江气。那人已经鼓转来了，快上前与他见上一礼。那便归是十娘，我这里有礼了。完礼，完礼。他不完礼，我也不生气呀。银子拿来了，拿来了，拿来了。1000两归属了吧？归属了，归属了，归属了，你就成心了。那便官是深夜上沈老爷吧？奇怪，奇怪，小商人，小商人，我来问你，你有的是钱。哪里娶不到一位铁石佳人？为什么偏要卖我？这渔夫自无呢？
三娘，你跟了我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来来来，跟我夫妇去吧。两儿过往迎人扫的，且听我杜三娘一表哭想我杜三娘是与父母丧亡，谁落烟花，数年来不由积学，本为终身之计，不料想我错配离家，他总在千里，大人千金，要在中都埋没。想我三娘，相中于宝，此今当着众人当开，是李家自我相中藏于八宝，岂止万计我不为李家，李家却身为三娘，谁是罪魁，谁伤害我，鬼送我空中明可叹着茫茫尘世，何处是我的归宿？不因我死于死地埋，每生当无堕落在烟花，今愿后世宝儿多少当何马，我是闻声上下是上吧，来源的人是万苦子，我是为太风尘家里家，谁指望两情这么生于靠啊，谁知晓我凤凰下也为陪我
是知心女子对心欢，到头来还是在门前徐呀家，什么年务要在马分明你披在身边三回话，离家你团在房里是小人，他身故你躺在好在阴气上，我是娘在连藤怕比归无家，岂肯匹配你呀他。李家，你来看啊！娘子，我错了，我错了，这一场我不卖了。
好，观众朋友，接下来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几位优秀的青年演员吴凤花、吴素英、张丽萍、陈晴香将为大家演出《狸猫换太子》中的棒打一折。相信他们的表演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对，我想这个吴素英和吴凤花对于我们上海观众呢并不陌生。他们俩呢曾经多次来上海演出，也曾经在全国各地呢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他们俩有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说扮相清丽，唱腔委婉，而且呢表演也是情真意切，神形兼备，是目前越剧界两位不可多得的优秀的青年演员。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狸猫换太子》棒打。娘娘有旨，臣令进宫。臣令进宫，臣令进宫。臣令居家娘娘千岁，平身。谢娘娘。娘娘，深夜宣奴婢进宫，不知为了何事？陈公公，哀家与我恨你。娘娘请讲。12年前，哀家命客子办一件大事，他却没有办好。听说这件大事，你也知道？什么大事啊？奴婢想不起来了。哦，真的想不起来了。唉，年长19实在忘怀了。可是口子已经讲了。他讲什么？你不要装糊涂了。你这不讲实话，哀家翻脸父亲。娘娘要你死，你休我不成。国王，你滚把我怎样？咱家有先帝面试进堂。娘娘，夜深了，有奴婢为公慢慢想来，啥能想起接来禀告是假慢？想不起来，眼泪算了。何必却咋要走呢？哦，不知还有何事？我来问你，客子为了哀家的大事，给不给当？给当，给当。好，把口子带上来。是。
娘娘，奴婢虽无佛妻之礼，是何当的？哼！王后懿旨，立棍为康。到，娘娘，到。你与刘妃串通害我，天理何在？天理何在？臣令万不允我从通的当。子。你问他当年何在串通，何中长谷何分？是，可知你当年何在串通，何中长谷何分？此话从无实情，难道你曾看见？我何曾看见？娘娘，你可曾看见？哼，哀家当然看见，虽看他早是不早。娘娘既已看见，
何必还要愤怒？好嘅张明仔，承认你我重重一打，狠狠一打，当着他早生放血。娘娘，承认你不管从当，看来你们听是串通的了。主哼！这里，你自个从大好了。这是要丧命的呀！冤冤等，再有之，客子就不怪你，你打吧。这是你承认，断被我重重的打。啊，陈丽，你打！你打死我吧！你成全我吧！也罢。兄
我思念难来，把也难，为报仇死得魂飞神通，我思。照顾为国事，难逃外围有冤枉，明察不肯来造成故，今堂下云堂，曾领察事，曾见你。下也欢喜，曾令啊，当时我不顾一时痛，你何尝苦苦要牵一生？刘备进城，曾令你靠党结公司，不计三朝自更心太狠。我恨不能趁你自作不逆皮，谋私废话做李贵一血万血丧我命啊！可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东方红韵粤剧精英汇演今天的演出就到此结束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演员们为我们所做的精彩的表演。